有單，11月尾啦，晏晝好太陽啊，接咗單啊，沙北去南昌1號，行遠啲都唔怕啦，啲天氣，晏晝都係得23、24度到。好，過沙北先，好攞咗，行去南昌1號。睇地圖呢度行過去成900米啊，應該係嗰邊嗰棟啦，見到。話就話好遠，其實又唔係好遠。基本上你10分8分都行到去㗎啦。如果急步啊，頭先有人問路啊 ，Chicken Factory 喺邊？佢都係步兵嚟嘅。Chicken Factory 咪喺上邊咯 ，E-Walk。呢條就可以兜南昌村過。唔使行出邊，冇咁曬。雖然今日唔係好熱，南昌村昌日樓，出返去咁啊，可以去到通州街天橋。咁對面就係南昌1號。南昌村幾好嘅，靜靜地，冇乜人。過埋公園就係啦，其實都見到啦，對面。嗰棟就係啦，最高嗰棟，南昌1號，快快手過去。哇！原來比想像中快啊，可能5、6分鐘都行到過嚟。呢個公園咧有羽毛球場，唔係網球。呢邊好少人㗎，唔知點解。咁前面啊，港灣豪庭啊，大角咀㗎啦。好，到咗南昌1號，比想像中快。都係嗰句啦，有單車梗係踩單車啦。南昌1號，好，咁啊賺31蚊。